中秋送爱心，台南麻豆的青年农民小连续8年烧酒来做好代，要甲卖文旦的钱提出25%来做公益。 即摆麻豆区特产的文旦特别到产季，有6位青农组一个联名，长期组织卖文旦做公益的活动。今年做第8年，即摆同款是将公益文旦收集的25%捐予公益团体。希望社会大众一样有购买文旦的需求的时候，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买文旦做公益。看到台南的青农愿意主动来做公益，市府农业局和麻豆区的农会拢真支持。近期嘛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，鼓励民众用行动来支持台南优质的农特产。现在正是麻豆文旦采收季节，请大家支持我们在地优质的好文旦，也一并来做公益，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朋友。即摆参加公益的青农，拢是使用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，安尼才会当提供品质真的文旦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